去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节目一开始，咱来关心总统大选的登记，剩2天尔。哪边敢要合作，即马也唔知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希望讲会当重新来检视这9份民调，讨论出一个结果。也毋过，民众党已经拒绝因外。黄珊珊昨暗搁伫面册顶头写讲，郭文哲会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战到底。也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昏已经请伊的副手赖培霞去中选会领票啊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陪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参选人去中选会登记，嘛画出台北8个爱专条，目标是民进党国会过半。拜五就是总统参选登记最后一天，郭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日下晡代替郭文哲到中选会领票，满面也伫面册发文表示。郭文哲会向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，这句话应该真清楚。各地老话区讲，有人看唔捌的，那别合各经理遐。其实科学就是科学，同样的数据不会有不同的结果。现在又要重新再做计算，等于重新来过。其实也是当天晚上5个半小时，那我们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。要求直球对决，侯友宜也建议双方中会协商，公开检视9份民调，专程直播。不过民众党无愿意，国民党是质疑，当初9份民调当中，其中3份为停止无办变排毒，还阁进一步检验。那是谁让它变成了宗旨？我们应该在演绎的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下文了，而不是撸几次？讲清楚是比较重要的。当初就是没有讲清楚，所以才需要去撸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派副手赖培霞去中选会领票，是毋是表示参选到底？或者是什么时阵登记？甲是毋是甲郭台铭出现伫同一张选票？伊无加做说明。今天我就是来领表，然后把该做的程序就做好。那也在这里代表郭台铭先生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。在民进党部分，台北市立委参选人日日进行联合登记，当作是赖清德到场坐镇，画出拍一支全雷达，8色全上，目标国会过半。台湾在这个当下是经不起纷乱，更经不起试验，必须要有经验，而且充满历练的经验的这个候选人，才有办法成功的带领台湾继续稳健的前进。郭台铭在面册发布郭贵豪最近的联络，表示侯友宜希望郭台铭见证主持，促成南北国合作。不过到自治3方都无传出共同会面的消息，南北是不是合牵动大选的局势？记者综合报道。